冰，你知唔知701係乜嘢？我帶你去嘅地方冇如果，只係要結果。701都幾啱你啊！呢度啲人個個都唔認輸。一啲聲都冇，我聽唔到路，可唔可以帶我過去？無線電就係聲音佢一學就識。阿冰唔識字，摩斯密碼就係佢學嘅第一種文字。你都係賭命嘅，我係賭人哋嘅命。張夏玲。你知道何冰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人物。你係咪想話我同阿冰做朋友係為咗想漂白我嘅背景？咁樣叫做怕連累我啊！大家坐咩一條船？講咩連累唔連累㗎？我揾到啊，就係呢兩個台。